4月23號出世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位天生嘅溝通者啊，好熱愛自由，同任何人咧都可以傾得埋嘅喎。喺一個團體或者一個聚會入邊咧，你好快可以判斷到現場嘅氣氛，作出適當嘅調整嘅。個人比較內斂，係一個好好嘅聆聽者，適應環境嘅能力好強。你好就得人，相對地咧就會比較隨波逐流少少，失去咗真真正正嘅自我，有時會有少少嘅情緒壓抑嘅。喺感情方面，你好肯為對方去改變，亦都比較受另一半嘅影響。好多時咧，你會有情緒壓抑嘅問題啊。咁生活上邊咧好多束縛，而性嗰方面，你會有一種比較開放嘅態度，認為性呢樣嘢係一種自然交流嘅模式，可以溝通嘅一個方式嚟嘅。咁你亦都樂在其中。財運同埋事業方面，喺職場上咧，你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人，因為你着重溝通，而適應環境咧嘅能力都係非常之強，好多人都好中意你。你未必喺一個團隊裏邊咧做一個隊長啊 leader 嘅角色，但係好多時咧你都可以精準咁樣判斷到行咩方向啱啊，用一啲乜嘢嘅人啱啊，同埋咩方法啱嘅喎，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好中意同你合作嘅，而亦都係因為呢種特質，你嘅人脈同埋關係喺長遠嚟講咧會幫你帶嚟收入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好多時你都會有一種罪惡感啊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，而亦都會因為順從人哋咧而冇咗自己真真正正嘅意見同埋感受嘅。咁到底咩係真正嘅自己呢？有時喺啲無傷大雅嘅情況底下，做翻自己，你成個心都會舒服好多，你成個人都會自在好多㗎。